金冠名播出。连续一起唱。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来关心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大家拢真关心，大家镇南宫妈祖今年绕境敢要照常来举办？因为今年武汉肺炎疫情，也有流感疫情影响，到底敢要办？大家拢咧讨论，会较真热。镇南宫讲，因为请教各位专家了后，昨暗已经开会，即嘛决定要尊重专业，也就是今年大甲妈绕境会延期来举办。小等的本来是按算讲11点，大甲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都会正式对大家来说明。在这时阵，咱先来听镇南宫副董详细的讲法。对啊，咱建立这个进程吼，咱的这个防疫中心吼，包括咱所有各咱咱大甲镇南宫总干事及咱的技能路线，甲咱的各朋友，这个大家相当的建议，甲包括国内方面的建议。其实大甲妈出门是休息，这次咱为造成大家困扰，马祖庙是大家大家理解，所以这次咱大甲镇南宫决定总干事开会，咱这次尽量这个延后，较后壁，等到这个疫情都稳定了，我们再来做进香也没关系，因为马祖庙就是咧庇佑人的，所以大家国内有一寡误会，因为大甲妈伫正的15大杯100年这个进香也是袂使得的，不过嘛爱相当爱甲地方所有的这个13种的这所有沿路进香这个经过大家来做一个讨论。其实大家伫这几天，在这平面所有的媒体有讲的不太紧张啦。其实大家拢爱台湾好，无人爱台湾歹。我们这是新的台湾，每一个主题拢爱做，所以咱大甲镇南宫特别嘛，这次把所有的大活动都取消了，包括进香延后了。咱今麦就赶紧来听颜清标详细的讲法。100年的绕境进香活动吼，因为去年的这个武汉疫情流感，甲咱这个疫情的蔓延，各界出现了无同款的声音，近日有密切注意这疫情的发展吼。咱大甲妈绕境的文化吼是100年传统的活动，背后有相关的单位吼，包括乡头啦、沿路的公庙啦、团队啦、工作人员非常的多，总是爱全盘吼来沟通以后，才会使做决定，代表对大家尊重啦吼。在这个情谊公卫团体、医师学者这个拜访沿途的这个公庙、县市政府，寻求各单位的建议，有赞成的嘛有担忧的，在此嘛一并这个感谢大家的协助。大家镇南宫全体总干事咧前3暝为这个记者会了，阮就落南部彰化、云林、嘉义所以回来就决议讲尊重这个专业。今年大甲妈的这个绕境延期来这个举办嘛全力来支持政府的这个防疫工作啦我想这个比如讲阮的头香、二香、三香、赞香这个大家拢筹备遐久拢几个月就咧传授旗队也好因开的钱拢是因家己出的，所以讲阮总干事嘛是爱甲因沟通，毋是讲阮总干事讲好就好当然讲这个决定，阮昨暝开会，大家就拢同意所以早起才请大家过来庙的来对我做这个说明所以讲呢，当然真侪亲像昨落去嘛，真期待讲咱大甲妈爱搁去的嘛有一段安尼足心酸的迄阿婆讲叫无人，搁叫无人炒饭嘛爱炒目屎才流落来，所以因目屎流来，咱目眶嘛红起来。所以讲足感动的人真多啦。以为讲我做红区做几十年咧等恁来以为做包仔果自细汉做到80几岁所以讲真多爱咱去的嘛会体会到讲咱爱去沟通讲政府的政策这个防疫工作，咱爱全力来配合咱自头到尾嘛无讲这个一意孤行，就是讲听政府咱这是这个通盘检讨好伊这是全力来支持。所以讲呢，我这爱搁去甲这个所有的团队、所有的宫庙沟通呢。拄则恁也无来，我嘛伫楼顶，这逐间庙咱伫遐甲咱传遐侪物件，互人这主委拢爱一个一个沟通。等下我嘛爱搁沟通呢，不是讲记者会开完就算了
吼，后壁爱会的代志真多，包括这乡头，甲咱所有的团队，吼，一年拢咧为着大家嘛的绕境活动，甚至讲因头路做诚大的，拢倒来咧斗相共，吼，所以讲这毋是用国开钱就当解决的代志，爱有人情味，吼，所以讲呢，伫遮咧甲大家报告，吼，我想咱最后啦，吼，再一次感谢着咱所有对着大家嘛的这个信徒支持的吼，妈祖也庇佑着大家吼身体健康，感谢大家，谢谢。田总，请问3000万还会捐吗？ 3000万还会捐吗？捐啊，怎么没捐？昨天我就会去啦，怎么不会捐？我想我的做人一向讲话就算话了，怎么会没有捐？当就恢复啊，对唔？哦。我最合做啊！你开玩笑，咁样凊彩讲讲诶，吼，请教一下，咱即摆要决定延期吼，刚我都甲信众讲，咱到时候会伫咧什么时阵来办？即摆甲即个疫情吼先扑灭了，咱再来做决定，好无？哦，即句讲啥拢毋是啦，吼，安全上重要，全力来配合政府，好无？那会到小中央压力嘛？无啦，哪有啥物压力？无啥物压力啦，都这时阵都大家哦，即个安全上重要啦。妈祖是慈悲的，是要救人的啦，好无？就甲拍、甲拜拜、甲讲啦，哦，这个也要叫阮跋杯，迄个也要跋杯，若佫跋落要去要安怎？对唔？哦，所以讲有上香甲禀报好无？哦，谢谢。有啊。包括讲吼来自各方面，吼，大家咧关心，当然嘛有，拄嘛有医生拍电话来支持啊，哦，无遐严重，但是咱都尊重政府，全力配合政府，互咧人民安心，哦，妈祖是慈悲的，是要救人的，哦，实在讲起来吼，你讲所有责任叫我挑一个来担，我若担法我来担嘛袂要紧，但是这是这时阵，防疫工作我也袂晓的我也无读什么册我嘛毋是读医的，哦，你若讲绕境，阮这几十年来都有经验，阮嘛毋敢讲专家，哦，所以讲呢，这个代志吼，拢是往好的方向去想啦，哦，所以我就袂当甲你讲，当时要去，这疫情了，咱才来，哦，大家当干时才过来开会，哦，尊重，咱这阮的团队拢爱去沟通的啦，这乡头嘛爱去沟通啊。这回来呼吁。延期，哦，我在遮嘛，呼吁咱台湾妈祖联谊会吼，所有大家做伙来做这个工作吼，即马政府这个这是上辛苦的这医护人员吼，大家啦，若会使讲吼，出恁各宗庙的这个吼，恁会使讲甲政府斗支持吼，这是，阮就是甲这回不管都无去我嘛是共款教会。哦，所以讲你不要质疑了，我们讲的就算话。公庙大家来共襄盛举了哈，这个不能勉强大家哦。谢谢哈。做好全力的防疫上重要了，好不好？还有迄咱沿途的宗庙，敢无人反对？是有人讲都这回安尼伊无直接甲你反对讲这疫情完啦爱食注意啦吼。我讲啦，这是拢计吼。尊重这专家学者，尊重讲各方面医生嘛有人反对，嘛有人赞成的对不对？咱人若讲大家拢计遐好配合，阮囝我叫好读册，就唔去读册对不对？所以而且有啥物代志，阮一定对外说明，好不好？谢谢。安怎来说服这一些公庙说我们一起来延期，然后一起支持这个政府的防疫呢？因为大家变动太侪，就你安怎去统一？就去先听妈，妈妈的，再来讲大家拢几10年的感情好无？这人情味啦。你想诚心来感动他们吗？无办法，无敢因会使恁骂我倒去骂，安尼敢有法度人解决代志谢谢大家了哈。通电话是情谊啦，情谊啦。通过电话他有打电话给我，我是情谊所以情谊他防疫专家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秘密了谢谢大家。他说我们都
两方面来努力啊，但伊是防疫专家，啊，我唔是绕境专家，是有迄个经验尔，所以讲这个是拢是，这样先避免了啦，好不好？谢谢。让你有一些那个想法，再去跟公庙沟通。没有啦，我们昨天早上就出门了。我们记者会昨天早上开完了，我们就直奔彰化、云林、嘉义了。那有什么充电位嘛？彰下晡3点外的代志，好不好？谢谢大家了啊，谢谢好。好，咱拄则听到就是大家镇南宫董事长跟青票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同款是上新的现场，这是总统蔡英文今嘛上新的讲法。同仁在这次的防疫当中，可以说是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从第一次的武汉台商返台班机的消毒，保平星号下船者的接驳车辆的消毒，以及各营区预防性的消毒。到最近战时公主号旅客包机返台等消毒的任务，都是由各位来执行。我对33化学兵群的官兵在深夜里穿着防护衣，忍受闷热，背着沉重的背负式的消毒器，努力完成任务的身影，印象非常的深刻。大家辛苦了。我相信各位在勤务中的专业表现，一定能够加深国人的信赖。中华民国的国军是一支平时能救灾、战时能作战的钢铁劲旅。我要提醒各位，虽然目前为止在各单位防疫人员的努力下，相关疫情变化都有确实的掌握，但是防疫视同作战，大家要保持警戒。务必将防疫的工作做到滴水不漏。刚刚我也听取了单位的简报，以及看到各位的装备跟准备、训练的情况，我有信心33化学兵群的官兵绝对能够完成任务，替国人同胞筑起一道最强健的防疫堡垒。我们33化学兵群李指挥官也是我们防疫战场上的老将。2003年 SARS 的时候，他是最前线的连长，带领化学兵弟兄姐妹们在防疫第一线上努力，有丰富的经验的指挥官的带领，相信在这一次的防疫作战，我们一定能够获胜。今天防疫特别条例正式生效，行政院今天也在院会通过特别预算的草案，送国会审查，希望能够尽速通过，来强化我们防疫跟纾困的能量。由于国际疫情日渐严峻，台湾也必须强化对病毒的防御。既然法律已经上路，预算也即将到位，我们决定超前部署。刚才行政院院会当中，我们苏院长已经宣布，防疫指挥中心将提升为1级开设，我们会用全面整合政府资源来迎战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保护好国民的健康。最后，我要再一次的对各位表达感谢之意，那么也要提醒所有的同仁，在勤务之余也要抓紧时间休息，只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保护别人。台湾加油，大家继续加油，谢谢，谢谢大家。恭请总统与官兵合影。好，咱拄则看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现场。另外，这方面要继续来关心，拄则咱记者会嘛，听到大甲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正式宣布，今年大甲妈绕境进香的活动要延期。针对这件代志，咱嘛听到伫立法院内底一寡这立法委员嘛真感觉该学了有对。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周景如来采访了解。景如。
受到武汉肺炎的冲击，大甲镇南宫妈祖绕境活动的举办一度受到各界议论。现在最新消息是，大甲镇南宫决定在董监事会会议后，要尊重专业，要将这个绕境活动来宣布延期。而不少朝野立委也表态尊重，也表示支持。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因应人民的期待，而且符合疫情做的专业判断。那所以这可以显示过去几天以来有多么复杂的，不管说政治力背后的考量，然后想要把球再丢来丢去丢给别人。那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能够回到专业的判断，我想这个都是好事。那我想对于其他想要再用政治力的方式，然后想要借由这一些活动上面以及议题上面的操作，然后来要去这个做政治上的操作，都可以免了。我想从这一次就可以看得出来，人民的态度是很清楚的。你花不管几天的时间，想要去带什么样的风向，最后都不会得逞。我想任何的准则都不容易制定出来哈，因为大型聚会都有大有小，然后形式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很高兴镇南宫能够听进去社会大众的一个共同期待，做出一个延期的一个决定。好，面对这样的决定，其实很多立委都认为说这个决定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很多次都传出现在中央跟镇南宫之间好像态度一度瞧不拢，那最后是大甲镇南宫这边似乎是做出了让步，也决定要尊重专业，也符合高度的社会期待。以上面情形。多谢景如，咱拄则听到大甲镇南宫宣布绕境活动要延期。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桃园龙德宫8天7暝妈祖南巡绕境的活动，因为疫情影响，嘛决定行程会求水提早上北，转去桃园。第5天绕境的队来到鹿港的天后宫，伫咧妈祖接受大典的时，龙德宫伊的主委嘛宣布讲，因为疫情影响，甲妈祖请示了后，决定无要去婚林卖寮，绕境行程嘛求水变做6天5暝，而且另外。今仔日明仔载这2天，拢是改坐车，无要用走路的方式。本来会经过苗栗天后宫，也搁有湖口显圣宫，拢是改做自驾变做停驾，全部仪式拢是简单就好。按算讲，明仔载下晡都会登去到龙德宫。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高屏大桥为屏东到高雄方向，拄则发生一件有人不幸无命的车祸。初步了解，一个桥倒摆的人好亲像互车搞死。警察接到报案了后，赶来到现场处理。车祸详细原因，佫需要进一步来调查。这件车祸嘛引起到塞车塞甲真热烈，提醒民众，假使若是会当经过别条路，就尽量莫驶来到这。另外，这个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高雄警察半暝咧巡逻时，伫高山区发觉一只轿车塞车，这个人业，准备打进前要查，结果对方煞脚底抹油，赶紧要选，落尾还佫塞车来弄警察，引起到2个警察骹手受伤。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林婉莹来带咱了解。婉莹。好，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呢，白色轿车的车窗是碎成蜘蛛网状，而驾驶和他的朋友2人则是被警方一一上铐压制在车旁，并且对他的车内呢是来进行搜查。原来2人稍早在车上因为持有毒品，一时心虚才会躲避查缉，并且冲撞远景。事情就发生在高雄鼓山富农路，这2名男子开着白色轿车在鼓山区来回晃啊晃，眼尖的远警见状觉得事情不对劲，一路来尾随。没想到男子发现后呢，竟然倒车冲撞骑机车的远警，导致他们2人倒地，幸好只有手脚擦伤，没有大碍。事后支援警力到场之后呢，也赶紧将2名持毒品的男子逮捕归案。而现在他们除了毒品罪嫌之外呢，还得为冲撞远警、持上妨碍公务和公共危险等罪嫌。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婉莹，过来关心家己破主一个富人人用电图要甲果子磅互教训，一个无细哩煞用唔对，规个爆炸，徛过规个出火珠啊，刷来又个庆乌烟，因为这款电图是一个就会倒起来的物件。消防人员到位了后，赶紧来转灭火器，甲火拍花。结果这个42岁富人人规个去烫着伤，互人赶紧送去病院治疗。过来关心，这是台湾昨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确定的病例，是一个30多岁违法的印尼看护。伊过去捌斗相共照顾，为到中国武汉肺炎这个乌日送，已经住院隔离。不离过这个印尼的看护，连人面册所直播伊住院这段时间，佮甲这个隔离病院的资讯拢泄露。详细情形，请记者由严竹来带咱了解。严竹。
40万中通后面你可以看到这名印尼籍的看护，因为曾经照顾武汉肺炎的确诊老人患者，到最后自己也被确诊得了武汉肺炎。不过这名印尼籍看护呢，在昨天晚间被送到医院隔离之后，竟然在病房里面直播自己得了武汉肺炎的讯息，而且呢，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还将这个隔离医院的资讯全都外泄了。带你来看这段画面。从画面可以看到，这名印尼籍的看护呢是躺在病床上面，而且手上呢还插了这个针筒，而且是非常深情陶醉的在哼歌。不过由于这个隔离医院的这个资讯呢全都外泄，目前呢这段画面已经被其他的外籍移工转po到个人的脸书上面，也引起了各界的争议。不过由于这名确诊的武汉肺炎的这个印尼籍看护呢，过去曾经搭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到南部呢的一个县市来找朋友，那么目前呢还在厘清他的相关接触者，稍有最新资讯将随时为您掌握。先把时间还给棚内。多谢严祖，过来关心昨下仔啊，两只渔船啊，伫咧礁树200公尺保护区内载人客违规钓鱼，海巡队接到报案了后，赶紧来到现场来采集证据，请两只渔船啊赶紧离开，因为依照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公告规定，袂当伫咧礁树500公尺内、花间树200公尺内春秋区来钓鱼啊。头一届上少罚5万块，提醒讨海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社会师要来关心一个叫小梁的查甫，讲伊是五教的强子，创立党派，嘛有真侪信徒。伫台北市闹热的所在开唱片行，讲伊的歌声会当治疗武汉肺炎，讲手一个会就会当治病，也佫讲倡议，讲一半的台湾人拢会死，敢若听伊的歌声才会当活命。一只沙漠磅甲水牛大，袂输是变数单语大臭单。自咱互警察依照社会特殊维护法依法上班，伊继续讲有心力。咱台视新闻的记者去伊的唱片行，看到继续伫咧营业。自称是五教强子的查某人小梁，就亲像是超级明星同款，一出现伫咧党成立大会，就受到信徒真热烈的欢迎。荣誉党主席一个一个帮他们解除武汉肺炎，哇，真是神机！是神机啊！讲家己会当解除武汉肺炎，伫咧信众的面头前比来画去。小梁讲，只要伊的手一个握，就会当将武汉肺炎拢总变无去。佮伫咧面册顶大道主的招式，讲肺炎是新的因果病。预言讲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会受到波及。佮讲只要来听小梁唱歌，嘛会当治疗肺炎，因为伊的歌声有辛辣。遮尔离谱的行为，刑事局早就咧注意啊！甲卖将团的团长拢互警方来约谈，按照社会法上班。讲家己是五教强子的小梁，唔那是电子业的头家，佮创立中华中正党。他的歌曲就是听久了就会带来正的能量，然后听久了你会觉得身心灵非常喜悦。所以你们自己听是真的有效？有。通知徐信，还有秘书长李信来厘清案情。并讲听专辑就会当治疗武汉肺炎。防疫的期间，假消息是安那抓拢抓袂完。各网友伫咧族群内传讲，武汉当地家家户户厝顶拢有饲密婆，但这个影片翕的所在是伫咧美国，甲疫情根本就无关系。伫咧网络顶真侪假消息拢总互人抓包，嘛提醒民众千万唔通乌白相信，乌白来传。记者综合报道。也个袂当乌白走，台北市一个爱伫咧徛街检疫的查甫，新历20违规走去外口倒粪扫，搁走去大卖场买物件，互主管机关罚1万块。无想到4天后，又搁互人掠到伊四界拍走乱扫。台北市市政府若直接甲伊罚5万块，搁直接甲伊送去集中检疫所来管制，变做台北市的头一个例。另外南投有一个荷兰的查甫，无守伫咧徛街爱检疫的规定，阵仔赛车载日本的女朋友走去到花莲佚佗，共款互警察甲伊抓落来。武汉肺炎全台湾拢咧警戒，严格实施店厝的隔离检疫，中央甲地方拢制动法，但就是有人唔听话，第2摆乱走，互人掠。台视这名需要居家检疫的男子，日前他出门倒垃圾，又跑到卖场去购物，被抓到罚钱之后，没想到相隔4天，他又再度出门拍照，但这回除了罚钱之外，他还被强制送进了集中检疫所来控管。这个查甫人2月13号对中港澳入境，一直爱到2月28号才解禁，但20
20号头一遍出外，罚款1万块以后，同款无要无紧，24号第2摆出外来受到重罚，嘛直接送去检疫所，这嘛是台北市头一个。他只要离开那个区域，现在的手机都从后台直接。行政就会接到通知了，就是现在是无所遁形，只要有这种情况，我们就是报中央送走集中隔离。同款的代志，伫咧南投嘛发生，店厝咧检疫的人落跑的个案。I go to a villa where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2 nights. They talk with the police every day. Of course. And they already said to them that I'm checking out the 25th. 这名荷兰籍的查某人25号早起，无按照规定，甲日本籍的查某朋友驶车去花莲佚佗，路程中经过中环公路太鲁街国家公园，警方就随动员，伫咧迄天下晡就掠着人，嘛送去检疫所隔离。外籍人士在台湾并没有固定的居所，所以因此我们把它强制到我们的中央所指定的居家检疫的场所。实在是足危险的啦，嘿啊！但是迄当调嘛无法度。中央甲地方这办法，但希望店厝的检疫隔离的人，莫阁乌白走啊，避免浪费社会资源，阁开钱。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韩国小连线出现病院内底烧化掉的情形，阁有封院的情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就宣布，病院要提早准备，专门要来管制病院出入的人员来探病人嘛要登记，另外要限制人数。一礼拜内扩大式专门负责的病房免报备，无上济限制，一定要保护病院，袂当去烧化。守护民众健康的医护人员实在真辛苦，伫病院上班风险较悬，要惊疫情会伫病院内底摊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相关的措施来加强管理。访客限制的部分，那么我们在昨日会议当中，其实已经有好多部分的医院已经在实施了，所以原则上我们今天宣布之后就今日生效。那但是也会留给医院弹性的时间做一些准备。患者伫入去病院进前，不管是门诊、急诊还是大医院，拢爱为无共的出入口出入。另外一个病人限制上济，干内当有2个人去甲看，一个人长时间照顾，爱按照规定的时间入去，若爱登记，佮爱甲去过什么所在，甲有甲判病的人接触过无，交代清楚。外包的工作人员爱行特别的路线出入，配合调查，嘛爱逐工量体温、挂喙罨、穿防护装备，进前嘛爱有做过相关的教育训练。另外，佮要增加全台湾隔离病床的数量，扩大各医院的收治量能，那么让这个医学中心的负压隔离病房，那么保留，那么收治这个比较重症的这个呼吸道疾病或者是那么个案。卫福部规划一礼拜内要伫全台湾134间病院设更较侪专职的病房，有固定的照护人员。本来规定病院100个病床，干内当有4层到6层的隔离病床，今嘛无这个限制，报请卫生局核准就会用的。面对武汉肺炎的威胁，病院会当做的拢先做，想办法不爱互疫情摊开。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爱水是人的天性，想要变水，山愈舞愈大条。台北市一个姓陈查某囡仔，去年去医美诊所刮目睭皮，手术了后，讲目睭皮无多刻刻，无多紧紧，差不多有1公分的空胖。陈小姐讲，医美诊所视觉差的所在真正力，引起到伊手术了后，若是要困，都要用贴布甲目睭皮搭起来，才会当困得入眠。医美诊所是讲，陈小姐讲的拢毋是事实，即嘛双方准备要行法院。建议我提眼肌和开眼头，眼睛会比较大。口气内底是真无奈，厝住伫咧台北的陈小姐来到医美的诊所做目睭皮手术，本来就是手术了后会当更较有自信，但却无想到是一场噩梦。眼睛闭起来就很像翻白眼一样，而且我平常翻白眼都不可能那么大，至少有这么大，没有办法闭起来。毋若生活受到影响，手术恢复期过后，想要将目睭开起来，管安怎出力，拢无法度顺利开起来，原本正常的目睭变做是白目，伊来控诉医美诊所讲手术有问题。我做的当天晚上，我眼睛就闭不起来，不到2个小时，我的眼睛就发炎了。陈小姐107年来到台北市有名的整形诊所，互区院长来动目睭皮手术。不过，伊讲伫咧手术了后，目睭无法度来开起来，有将近1公分的胖。陈小姐甲诊所讲了后，院长讲这是伫咧手术恢复期，建议搁动另外一种手术。无想到搁再动一摆手术，同款无改善。每一天我都要请我的家人帮我眼睛这边贴胶带贴满满的，我才能够睡觉。是我们认为是他 PO 的照片，他用还没有
恢复的照片去做数据呈现，都是没有拆线的照片。互人控诉姓区的这个医生伫整形业界是真有名气，阁有女神制作机的称号。如今有医疗纠纷，双方是个人讲个人的话，什么人对，什么人唔对，只会当交予司法来判定。记者综合报道。患者心情来看到明仔载起，就是228、3天小连续假期，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大家拢真紧张，拢去外口行行咧，较唔敢伫咧厝内。另外，来到东部行行，游客嘛变较侪。即马伫咧大东关5星级饭店订房，拢差不多已经满。一个有宜兰1级的生理cent区打卡，真侪人伫咧问。业者预估讲，即个订房率有8、9成。一个有花莲农场推出体验飞行线，生理共款真热市。有山有海有草坡啊！伫花莲的农场甲露营区，拄着连假变加足项的房间拢客满，真侪家长拢带囡仔来遮饲动物食物件，各游客走来体验飞行线。这边风景真的超级漂亮的，上面可以看到整个山、整个海。饭店的收水池，不管是收水还是送水枪，囡仔拢算甲足欢喜的。食饭的所在位嘛足歹找的，亲自的人客真明显变多。228、2292天，我们集团的饭店也都是客满。有时候觉得多花一点点钱，住好一点的饭店品质比较好。业者本来预估连假可能会无啥人客，想袂到业绩抢滚，啊，同款生理增加嘅，各有宜兰的饭店。在住房率来讲的话，其实已经达到大概90%，大家都就是放弃出国，然后会选择想到郊区来走一走。这阵啊，民众上惊去无通风的所在，嘛真烦恼出国会为着肺炎回来，所以就计划去东部佚佗。业者看准商机，准备要伫228连假来拼业绩。记者综合报道。2020屏东彩灯节，展览各种这个动物造型的花灯，和万年溪溪仔边暗时变做动物园同款。展览的时间就算讲已经过啊。县政府特别经九座动物花灯送到屏东公园继续来展览，亲像是动物衣衫同款，真无简单。县政府嘛预告讲，为着要来配合全中运，刷来有2座花灯要甲大家见面。蓝色的海翁伫咧海内底，北极白熊、海狮甲徛鹅，互人叫是来到极地世界。一组一组的花灯，互万年溪花变做夜间的动物园。彩灯节虽然已经结束啊，但是因为民众实在是真热情，即马动物要刷去屏东公园，不管是威风的狮仔，或者是古锥的河马，县政府特别精选9组动物的花灯，配合公园路灯的时段，同一个时间来开灯，看到超级卡哇伊的动物，小朋友欢喜的表情拢写伫咧面呢。我喜欢狐狸、兔子，还有狐狸。屏东公园开园到即马已经超过100年啊，见证屏东的发展。过去屏东公园捌是动物园，是未少在地人细汉时阵的记忆。即马甲动物花灯刷来遮展出，互民众会当来感受囡仔时代记忆。以前的屏东公园其实它有所谓的猴园跟孔雀的雀园，它以前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动物园一样。那刚好跟这一次的彩灯节的主题很吻合。为着配合全中运，后续阁会有盛会特制款、甲孔雀复刻纪念款遮的灯，会来到公园甲大家见面。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一段时间无公开和大家见面，就是前总统马英九下早参加台北市228公园的对书活动。伊讲有关人权的话题，该讲的也是爱讲，来听上新的讲法。今天是228事件73周年的前夕，我们照例呢到228公园福德正神这边参拜。等一下呢，我们还会到这个纪念碑去致敬。因为明天这里有中央的活动，而我们另外呢也有228其他的行程，所以我们提前1天来参加。我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追念的行动呢，能够让家属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关心，让这个台湾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个伤痛呢，能够逐渐的获得缓和。我们一贯的立场都是这一类的历史事件呢，我们应该以非常严正的态度，也就是说要就事开始啊，论事啊，是非分明。然后对于家，另外上新的现场赶紧要来看行政院上新的记者会。疫情
各自在部会里面针对所属的业务成立一个武汉肺炎的特别小组，由首长亲自督导，就是不可以让疫情在台湾扩散。最后，院长特别提到，经济部召集相关的厂商征用厂商生产口罩，经济部自行购置的60条生产线也积极的生产，产能也陆续的增加。同时，院长在日前也再次的核定，以9000万元再增购另外30条生产线，希望可以再多生产口罩，以防不时之需。以上先摘要院长在稍早的采示。那么现在我们就进行简报。那为了节省时间，也请每一个简报可以控制在3分钟以内。首先，我们请卫福部疾管署庄仁祥副署长来说明 COVID-19 武汉肺炎疫情的现况跟应处的作为。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由我来介绍有关武汉肺炎的疫情现况跟应处作为。下一章。那中国大陆的疫情目前，另外上新的疫情消息，南韩今仔日新增加病例拢总到334件，是一天内新增加上界多。韩国即马确定病例已经有1595件，拢总12个人不幸无命。另外，韩国军队有21个人去围剿，军方宣布按算3月初要办的美国、韩国联合军演，即马要延期，嘛是头一届有演习因为疫情的关系延期的情形。休困一下，广告了后，继续要来关心澳门发每一个人38000块代票做抗疫的津贴。就是因为不要阿嬷，不要这个家，阿嬷开高金嘛，把去关门 K 啦。宝贝，我要亲哦。怎么可以不接我电话？来了。你等起来。这张对他是人身攻击哦！怎么样？你不要走，我告诉你，我叫律师告你。你有没有丢插头啊？我爸唔知走去倒。打电话给厂啊，唔超大讲你唔交钱。你有养过我吗？你们的会员做到底，我大概满意。到底在公啥小啦？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全球影坛年度盛事，精彩绝伦，华丽演出。众星云集，星光璀璨。The Oscar goes to. 台视综合台2月29日晚间8点。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里兄，这是背音，兄就是哥哥。你咧讲有血缘关系共辈，比家己年岁较大的男性，咱就讲兄，像咱讲大兄、表兄。另外阿兄嘛有人叫兄哥，那是对一般年岁比咱较大的查甫，嘛会当尊称讲伊是兄。像咱讲贵兄、二兄、单兄。另外这个兄较特别，嘛有称呼爱人的意思，像讲歌词讲到孤单无伴守袂影，也是为着兄。另外，文音读做兄，像讲歌戏内底，咱常常听到兄台，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兄哥，就是称呼家己的阿兄哥哥，嘛会当用来称呼同辈比家己年岁较大的查甫。那第2个词兄长，嘛是同款的意思。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伊无亲兄哥，因为主管对伊真好，伊就甲主管当作是伊的兄长同款。今仔日小解这2个兄，另外文音读做兄，提供予大家来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疫情影响到，唔那香港发现金来刺激消费。你咧澳门特区政府嘛宣布，一个人送1万块的澳门币，差不多是38000块的台票，做防疫的津贴。主要是考虑到讲疫情对澳门一个经济影响，一般是咧7月才会来发现金，这一届提早到4月就来发现金，嘛希望会当刺激消费。搁再来关心，这是韩国疫情大爆发，真侪拢是为大区市去围剿。传讲一个蒙古人胃病就安尼无命，变做韩国头一个外国人去围剿死亡的病例。另外，庆尚北道美军基地同款有一个美军去围剿，传讲伊捌去过大区市，在地新天地教会嘛发生到大家做伙围剿的情形，即嘛教会伫韩国引起争议。南韩传出有教会去烧毁着武汉肺炎，即马竟然阁有迄款累堆的牧师，叫信徒搁爱甲这个病毒硬拄硬。 우리는 병 걸려 죽어도 괜찮아.
우리는 목적이 죽는 거예요. 목적이 죽는 거. 无顾集会禁令，南韩基督教总联合会会长专公勋，伫个顶礼拜率领真侪信众，霸占首尔公化门的广场大厅。伊唔若叫信众都爱带病来集会，请神来甲医，竟然还阁爱教会来抢渡这个公权力。 아니 정부가 주일날 예배 드리지 말라고 해서 예배 오지 말라고 문자 메시지 넣는 당신들이 목사들이야 목사들 정신 나갔어. 내일 여러분 광화문 광장 이 예배로 다 나오시기를 바랍니다. 首尔市长朴元淳嘛，甲呛转去，讲若敢来，就要叫警察清场。这个专公分真正是真累赘，出头真济。其实伊是代表这个南韩保守派来发起政治性的集会。伫个进程，因为叫信徒都爱来支持某一个候选人，才去互人剥削选举权。这边又搁违反选罢法，真唱手来登台。伫个过灯天，也就是24，就去互人哭去啊。 서울 강동구에선 대형 교회인 명성교회 부목사와登记教友有8万人的南韩首尔明星教会，有一个牧师和真侪教友已经确定去钓着武汉肺炎。因为伊烧话起地，是因一行人伫个2月中上北去东灾区台南病院来参加丧礼，真有可能伫个迄个时阵，就把这个病毒甲挖入来教会。 당시 6,000에서 7,000명 가량이 참석한 것으로 확인됐습니다. 教会即马紧急甲关起来停做礼拜，嘛有安排教友都爱去检查，避免去打着新天地教会的卡热，煞来成做病毒生团的所在，来互首尔的瘟疫世界咧探。记者综合报道。 过来看到钱大把，煞敢会当看会着摸袂着，因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唔但咱人爱隔离，含现金嘛是共款。中国人民银行讲会尽量换新钱互百姓用，收入去国库的现金都要用紫外线或者是关温来消毒，爱先隔离放14天了后，才会当换互民众用。你咧福建有一间银行回收69亿的人民票，差不多是代表298亿的现金，一捆一捆贴做敢若山共款，嘛变做防疫一个特别的画面。 钱囤甲袂输那山共款，拢总有人民票69亿，超大票298亿。这个钱其实拢才拄做好消毒，刷落来爱隔离14天。现阶段我们是把现金当成了一个疑似的一个病人一样，我们这里就是现金的一个诊断医院。 为了让民众放心用钱，中国的金融机构把钱提出来消毒。福建这间银行出动杀菌的机器，武汉这间金融公司把现金运转来了后，嘛先做消毒，刷落再放伫个金库内底24点钟，落尾再用紫外线来消毒。钱点好了后，爱搁放入去消毒的橱仔内底消毒1点钟。自动产生臭氧。 工作人员把钱放入去机器包膜，用140度的高温消毒6秒到7秒，买手打飘头表示已经消毒过啊。到这也袂煞，尾也爱搁伫金库隔离14天，才会当确定这钱拢是安全的。我们都是单独 消毒、单独清点、单独存放。上海金融机构嘛真细腻咧对抓钱做消毒，普通为病院内现金爱隔离2礼拜，其他唔是重灾区的钱爱隔离7天，所有旧钱拢爱消毒过。为着消毒，中国央行嘛甲代票2条的新钱放入市场内底。记者综合报道。 健康的话题来关心，这阵啊天气连咪寒连咪热，真侪人一个无注意，皮肤较敏感，就直接去药局、西药房买药膏来抹。唔是一款的药膏，就会当用烫害。像讲高雄这个少年家啊，伊休寒去餐厅做散工，过了工后规手拢发红起青毛。过年因为诊所无开，伊就先去药局、西药房买药膏来抹，结果愈抹煞愈食力，伊阵啊赶紧去皮肤科互医生看。医生就尾发觉讲，伊抹的药膏是治疗香港脚的，互医生看了到底嘛。 爱笑，规双手拢红光光，就亲像烫着伤共款，手指头啊嘛肿起来，变甲足粗的，看到家己的手变甲安尼，互民众惊甲赶紧走去皮肤科互医生看。这个少年啊，趁休寒去餐厅做临时工，做几工了后，手向出现红疹，因为过年时啊诊所无开，伊就去药局买药膏来抹，想袂到愈抹愈严重，该药膏摕去互皮肤科医生看，结果发现这是咧抹香港脚的。我有手给他看啊。 他看，然后他就拿这条药膏给我，我就回来擦了。真侪人皮肤出问题，拢会直接买药来抹，但到变个真严重啊，才会去病院。像这款的咧，医生定定拢会当拄到。他以为他的手就是一个慢性的湿疹，是慢性的富贵手。
结果因为他太太之前来给我看，所以他就把他的太太的药膏拿来擦，没有来找医生拿药了。我有啊，我有擦你的药啊，你给我太太开的药我拿来擦。医生提醒，这种药啊无可能治所有的病，感觉家己的镜头甲别人差不多，就摕来用，这种观念是唔对的。上好也是爱去病院，互医生看，病才袂变甲愈来愈食力。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关心，这是宜兰五吉乡海墘乡乡看到鱼仔死规片，原来其中比缘故。就是因为不要阿嬷，不要这个家，阿嬷开高金妈把就过门可以啦。宝贝，我要请哦。怎么可以不接我的电话？哎呦，你等起来。这张对他是人身攻击哦！你不要走，我告诉你，我叫律师告。你有没有插头啊？我爸唔知走去倒。打电话给查啦，问查啦讲你有偷钱。你有养过我吗？你们都规定做到底，我大概满意。到底在攻啥小啦？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全球影坛年度盛事，精彩绝伦，华丽演出。众星云集，星光璀璨。The Oscar goes to 台视综合台2月29日晚间8点，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中文字幕精彩重现。正义感十足的大力女，你些混蛋！我今天不能就这样放过这小子！天哪，我怎么办？对不起。史上最嚣张的傲娇男，当那个代表他的私人保镖，要看你的实力决定年薪呢。发动车子。我吗？说不定有炸弹，你怎么能不吭一声就消失啊？马上跑回来！李当道，恶男闪开。2月28日起，请锁定台视《大力女都奉顺》。单手伏地挺身还不够，孙总还想再加码，看谁先做完10下，你双手，你单手。好，开始。哇，好快哦！8、9、10到，哎呦，一样结束，但是单手获胜。辛苦老夫，我们下一把再比别人，来个50下。等一下，有点喘。你说50就50，你有没有想过哥哥？它的死亡人数超过 MERS 和 SARS 总和，这个疫情会拖得很久，就会把整个国家拖垮。因为你想着要多少的床位，可能要呼吸器，要叶克膜，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大部分的病毒感染呢，其实它重症的比例可能很少超过10%的。所以如果新冠照 WHO 的估计呢，这个已经算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周六晚间8点，请锁定台视新闻台热线追踪。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要来关心在地自私航空。这是宜兰五吉乡海墘仔，乡乡看到鱼仔，哪会无张蹄死规片？拜二下晡，伫咧五吉乡的海墘仔，一寡白口鱼规拢死去冰冻。量基约啊，一个甲算这个数量，恐惊有2-3千尾。初步勘查，敢若一款鱼仔死，应该毋是环境污染到的。死亡的原因也阁毋知影。不离个乡长，也阁有环保局、动食物防疫所人员到现场处理，呼吁民众莫捡去食，才袂食了有代志。海岸顶悬石窟仔内底，毋是卡子啊印。我近甲看，才发现讲，迄是一尾一尾死去的拍头仔鱼，而且数量真侪。伫1公里长的这个海岸线，这个冰岛的拍头仔是安尼铺片铺片。25号下晡，伫宜兰五吉乡的贵水海边，有民众发现到真侪死鱼啊，叫抢起来海沙埔。乡长接到报案了后，就随行环保局甲动食物防疫所来到现场处理。我们来了解他是不是怎么样死亡以外。那警方一手帮忙，我们也怕这一个也会产生第2次的这个环境污染，尽速跟东北角尽速来清理这个环境。99%都是单一品种带这个检体回去啊，去做一个那个病原的检测啊，还有那个胃内物的那个分析这样子。专家表示讲，死去的拍头啊，拢是迄落差不多10公分大的鱼仔啊，初步甲估计有2-3千尾。因为死去的拢是同一种鱼啊，所以原因应该毋是环境的污染，也是讲有人来偷鱼啊下毒。也若这个有老经验的钓客，因认为讲应该是讲即马是这个拍头啊鱼的生炭期，这个细尾鱼啊真侪去互海鹰甲拍去咧海岸顶，收袂转去，才会致使遮侪鱼啊死去。就一堆死鱼啊！
他可能是打上来的啊。然后游不回去啊。这落拍头仔鱼一边死遮济，嘛提醒民众唔通随便甲捡去食，才袂去损伤着身体。也若讲这鱼仔死遮尔啊济，伊的原因要是爱等专家来甲偷开秘密。记者综合报道。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拄则咱新闻有讲到讲，下早8点钟，高屏大桥为屏东往高雄方向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经过进一步了解了后，去当时拄开始发生是2个桥倒摆的人相撞，结果其中一个23岁姓杨的查甫，一个无说时阵倒车，煞互后壁一架沙石仔车甲伊搞死。结果这个姓杨的查甫当场无喘气，厝内人接到消息了后，3步做2步赶来到现场，实在是艰苦一挂。即马这件车祸的原因，警察等咧进一步了解。就是因为不要阿嬷，不要这个家，阿嬷开高金妈把就过门 K 啦。宝贝，我要亲哦。怎么可以不接我电话？来了，你等起来。这张对他是人身攻击哦！你不要走，我告诉你，我叫律师告。你有冇掉插头啊？我爸唔知走去倒。打电话给查啦，唔查啦，讲你有偷嚟钱。你有养过我吗？你们的会领做到底，我大概满意。到底在公啥小啦？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全球影坛年度盛事，精彩绝伦，华丽演出。众星云集，星光璀璨。The Oscar goes to 台视综合台2月29日晚间8点，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中文字幕精彩重现。正义感十足的大力女，你些混蛋！我今天不能就这样放过这小子！天哪，那怎么办？对不起。史上最嚣张的傲娇男，当那个代表他的私人保镖，要看你的实力决定年薪呢。发动车子。我吗？说不定有炸弹，你怎么能不吭一声就消失啊？马上跑回来！女力当道，恶男闪开。2月28日起，请锁定台视大力女都奉顺。单手伏地挺身还不够，孙总还想再加码，看谁先做完10下，你双手，你单手。好，开始。哇，好快哦！8、9、10，11到，哎呦，一样结束，但是单手获胜，心服口服。我们下一把再比别人，来个50下。他总是等一下，有点喘。你说50就50了，你有没有想过哥哥的想法？每周日晚上8点，台视一起唱，高额奖金送给你。2人需嘴咬杯子并承接可可粉，率先达到指定重量队伍即可过关。没有，他那个要再低1点点而已。不会套啊，套在自己脸上。我还以为你们很厉害。这不好，哇靠，250兄弟，太多了吧？250个都不到了，250兄弟，哇靠，都是你啊！感谢福尔额温枪冠名播出。一直在学你调酒，还会不让我接缺课的工作。总监，我之前已经联络他经纪人，可是这不是你应该要犯的错。不如这样好，把马格丽这个合约转给你，你让我日子轻松啊。讲是合约都一定有漏洞，痕在哪里？机房，把电力线关掉。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大房出租的房子竟然发生灵异事件，众人互相你推我挤之下会发现什么？玉轩终于知道佑廷与光兴原来是场误会，古灵精怪的他会有什么其他想法吗？帅。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做代志，旁是一个童话，咱相唱默是一条生命。只要你做3步1天，这句话一定爱记。谁啊？就是因为不要阿妈，不要这个家，阿妈开高金嘛，把就过门 K 啦。宝贝，我要亲哦。怎么可以不接我电话？来了。你等起来！这张对他是人身攻击哦！怎么样？你不要走，我告诉你，我叫律师告你。你有没有丢插头啊？我爸唔知走去倒。打电话给查啦，问查啦讲你有偷钱。你有养过我吗？你们都对你做到底，我大概满意。到底在公啥小啦？每周6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全球影坛年度盛事。精彩绝伦，华丽演出，众星云集，星光璀璨。The Oscar goes to. Goes to. 台视综合台2月29日晚间8点，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中文字幕精彩重现。正义感十足的大力女。你些混蛋！我今天不能就这样放过这小子！天哪，我怎么办？对不起。史上最嚣张的傲娇男，当那个代表他的私人保镖，要看你的实力决定年薪的。发动车子。我吗？说不定有炸弹，你怎么能不吭一声就消失啊？马上跑回来！女力当道，恶男闪开。2月28日起，请锁定台视大力女都奉顺。单手伏地挺身还不够，孙总还想再加码。看谁先做完10下，你双手，你单手。好，开始。哇，好快哦！8、9、10。11到，哎呦，一样结束，但是单手获胜。心服口服。我们下一把再比别的，来个50下。等一下，你说50就50，你有没有想过哥哥的想法？每周日晚上8点，台视一起唱，高额奖金送给你。2人需嘴咬杯子并承接可可粉，率先达到指定重量队伍即可过关。没有，他那个要太低，差一点点而已。不会套啊，套在自己脸上。我还以为你们很厉害。这不好，八高250兄弟，太多了吧？250个都不到了，250兄弟，都一起啊！感谢福尔额温枪冠名播出。你在学你调酒，还会不让我接缺课的工作。总监，我之前已经联络他经纪人，可是这不是你应该要犯的错。不如这样好，把马格丽这个合约转给你，你让我日子轻松啊。只要是合约都一定有流通，团在哪里？当你每一次获得肯定，你会发现它已经不再只是先生的梦想了，已经变成是我的梦想了。我希望把它延续下去。我想起小时候吃的一个馄饨，老父亲以前做的小馄饨，就回想到那个味道。那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馄饨来作为我创业的一个基础？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上面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
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这是德国柏林办这个室内自由车的比赛，结果在地双人组摕到查某团体比赛组的金牌。新闻上尾就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就是因为不要阿嬷，不要这个家，阿嬷开高金妈把就过门 K 啦。宝贝，我要敲。怎么可以不接我电话？来了。你等起来。店长对他是人身攻击哦！你不要走，我告诉你，我叫律师告你。你有没有掉插头啊？我唔知，我唔知走去倒。打电话给查啦，啊唔查啦，